主后2022年12月27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唱出生命的篇章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诗篇145篇第1节到21节。我的上帝，我的王啊，我要尊你做至权。我要永永远远称赞你的名，我要日日称赞你，要永远学乐你的名。上主至大，应该受大称赞，伊的伟大无法度通测度。这代要对迄代称赞你的作为，要表扬你大权能的所做。人要讲起你尊贵荣光的威严。我要少念你奇妙的作为，人要讲起你通行位的大权能，我要表扬你伟大的作为。因要表扬你极大的恩惠，要唱歌学乐你的公义。上主有恩惠，有怜悯，无快快受气，有大慈爱。上主疼惜万有。伊的怜悯普及伊所做的一切。上主啊，你所做一切，要感谢你；你圣的子民嘛要称赞你。因要讲起你国度的荣光，谈论你的大权能，通互世间人知你大权能的作为，知你国度的威严甲荣光。你的国度永远存在，你执掌的权柄煞到万代。跋倒失败的人，上主扶持因；受压制的人，伊扶因起来。所有的活物拢仰望你，你照时互因食物。你踢开手，互所有的活物拢照所爱得到饱足。上主一切的所做拢公正，伊的作为充满仁慈。所有求叫上主的人，伊甲因亲近，伊亲近诚实求叫伊的人。敬畏伊的人，伊会互因的心愿实现，阁会听因的求叫来拯救因。上主保护所有听伊的人，毋过所有做歹的人，伊会甲因消灭。我的嘴要讲出称赞上主的话，愿一切有生命的，拢永永远远称赞伊的圣名。以上，唱出生命的篇章。伫这首离合诗的俄罗斯内面，诗人透过颂赞，也亲像乐曲的篇章，对事乐到高潮，最后阁加上尾句，拢是咧学乐上帝的大能甲作为。伫每一个诗句内面，诗人亲像咧独奏，伫所有演奏的乐曲诗篇内面，讲说伊所认捌的上帝。伊也时常亲近上帝，伫生活中的每一件代志，诗人拢看见上帝的恩典作为。上帝伫世界所做的每一件代志，若是伫诗人的个人生活中，阁超越时间甲空间，互世世代代拢咧宣扬讲述上帝的伟大。上帝伫世间所做的每一件代志，毋单单关系个人，阁关系着整个的受造物。拄亲像规篇的乐曲，对单一的声音逐渐变甲复杂阁美妙，阁伫多重乐器的合奏中间，做伙演奏共鸣的乐章，互世间人拢知上帝大能的作为。知影上帝国度的荣耀和尊严，对个人独奏到众人合奏，
主题拢为设伫上赞。诗人对上赞上帝本身做开始，到上赞伊的主权，伊千群求救伊的人，佮供给万米所需要的，乐曲渐渐造出新的篇章。因为上帝对人的公义、怜悯和供给，辅助患难和受欺压的人，诗人伫每一遍的求救和敬畏中，经验到上帝甲人同在，体会到上帝拯救、保护所有听伊的人。诗人的上赞，拄亲像伊伫生命道路所见证宝贵的信仰。总是伫月头转来的时，看见每一个生命转弯的所在，安怎经验到上帝的带领甲作为。总是伫危难的所在，体会到上帝的带领甲保守。总是伫每一个呼求、听候的中间，领受上帝拯救和回应。伫这首诗的最后，诗人唱出乐曲的尾句：我的嘴要讲出称赞上主的话，愿一切有生命的，拢永永远远称赞伊的圣名。新的年度特别来临，回顾过去的一年，互咱也学习孝顺上帝的恩典，学习诗人安怎用上赞、感谢和懊恼来上赞上帝的带领，唱出生命的乐章。互咱学习诗人全心全意仰望迄位带领、保守咱生命路途的上帝。虽然过去定定遭受患难，也是互人情所困，常常毋知眼前患难还着偌久，总是上帝犹原丰丰富富地供给，随听每一个人的呼求。虽然咱通举起的双手是有限，能力也有限，总是每一遍当咱将心三合，谦卑恳求上帝时阵，上帝的恩典总是够也通用。检采当咱的心愿，搁一遍唱出无共款的篇章的时，也通重新用无共款的眼光、无共款的想法，体会上帝无限的恩典，互咱做伙用感谢心向上帝祈祷啦。默想，我今仔日向上帝献上感谢的上赞还未？我今仔日向上帝献上感谢的上赞还未？咱来祈祷。亲爱的上帝，你的信息偌尔啊广大，无法度测度；你的带领偌尔啊通行为，你充满怜悯甲丰富的恩典。愿你施恩互我，带领双手保护我，随听我的呼求，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光拢是你的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新心灵，当勇行平安。